試想下，如果你同自己講嘅關於你自己嘅故事正在束縛你，你會點樣？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個人嘅故事，一個我哋建立關於自己同我哋有咩能力嘅故事。但係如果呢一個由你過去嘅經歷所創造出嚟嘅故事，並不利於你嘅幸福感，你會點樣呢？歡迎嚟到呢一個透過藝術設計同心理學而成長同福祉嘅頻道。今日我哋會探討點樣識別同重塑你嘅個人故事，以創造更積極嘅未來。到最後，你唔單止會識得點樣揸筆，仲會識得點樣真正改寫你人生嘅劇本。讓我哋一齊踏上呢一個變革嘅旅程啦！解構你嘅隱形劇本。想象你嘅生活係一部你喺冇意識中自童年以嚟所寫嘅書。一本書唔單止係一本事件嘅集合，佢係你嘅個人敘事，係塑造你點睇自己同你周圍嘅世界嘅隱形劇本。但係呢度有個重點，呢個劇本通常會以自動駕駛方式運行，喺你冇自覺意識嘅情況下，微妙咁指令你嘅選擇、情緒，甚至係你嘅日常幸福感。心理學家 Dan McAdams 當麥亞當斯將呢一個形容為故事身份。我哋為咗理解我哋嘅經歷而建構嘅內部故事。以現實生活為例，想象一個人反覆同自己講：我冇創意。呢個故事可能源於喺學校嘅單一藝術班失敗，但係佢會成長成為一個障礙，阻止佢哋喺工作上嘗試新嘅嗜好或者追求創新嘅想法。又或者講嘅，我永遠喺人際關係上失敗。呢個故事根源於幾個心碎嘅經歷，可以導致自我破壞，例如完全避開親密關係。呢一啲唔單止係諗法，佢哋有令人驚訝嘅心理影響。麥亞當斯嘅研究顯示，負面嘅故事會導致壓力增加同生活滿意度下降。正如作家兼研究員 Brené Brown 佢嘅書 Rising Strong 入面所講，我哋所構成嘅最危險嘅故事就係減低我哋固有嘅價值嘅故事。如果你嘅劇本充滿住呢啲減少緊嘅故事，係時候解開佢，睇下佢點樣阻住你。我哋係自己講述嘅故事。Dan McAdams 當麥亞當斯。想象一下，重寫呢個劇本所帶嚟嘅自由，通過認識到你嘅故事嘅力量，你可以開始將故事情節轉向更具啟發性嘅方向。筆嘅力量，你係你生命嘅作者。令人興奮嘅係，你嘅劇本唔係一成不變嘅，你係自己生命故事嘅作者。呢個係你隨時可以重新寫嘅嘢。咁就帶我哋去到核心嘅心理學概念，即係敘事身份。呢個係你內化同進化緊嘅自我故事，佢整合咗你重建嘅過去、感知到嘅現在同預期嘅未來。至關重要嘅係，研究顯示敘事身份係可塑嘅。呢個概念係嚟自敘事心理學，佢假設我哋唔係故事入邊嘅被動角色。我哋係有編輯能力嘅故事講者。科學研究發現，講故事可以重塑我哋嘅情感反應，甚至改變我哋嘅大腦通路。當你改變你講嘅故事，你就係進行緊一種認知重組。神經影像研究顯示，當我哋用新嘅方式去講返我哋嘅經歷，就會激活神經可塑性，令大腦形成新嘅途徑。你唔係淨係改緊字眼，你改變緊腦部化學反應同情緒反應。係時候要意識到支筆喺你手上，你係你人生嘅總編輯。例如 James Pennebaker 嘅研究顯示，表達性寫作，每日花20分鐘寫下你嘅經歷，可以顯著改善你嘅心理健康，降低壓力激素。想象一下，講述你嘅故事，並且見證佢對你嘅幸福感帶嚟嘅變化嘅力量。用呢一個形式去授權自己，你嘅故事唔係一成不變嘅。Viktor Frankl
第二次大戰大屠殺幸存者及意義治療創始人同埋心理學家曾經講過一句名言：喺刺激同反應之間有一個空間，喺嗰個空間裏面，我哋擁有選擇回應嘅力量。喺我哋嘅回應中存在住我哋嘅成長同埋自由。選擇重寫故事，意味住你喺利用嗰個空間嚟促進對你有利嘅情感反應，而唔係阻礙你。就好似重新設計一件藝術品，由同一幅畫布開始，但係可以喺上面有彈性咁加上層層疊疊嘅顏色同可能性，解構你當前嘅故事。而家讓我哋開始實踐重塑你嘅敘事。你首先需要解構當前嘅敘事，攞起你嘅日記或者暫停呢段視頻嚟到反思，把呢一個睇作係勾勒出你人生故事嘅藍圖。第一，要識別出重要嘅章節。你人生有咩主要主題一直重複出現？係童年嘅冒險、職業嘅轉變，定係人際關係？你睇唔睇到有啲特定嘅模式，例如受害者啲模式，又或者係男友總係背叛你呢啲模式？準確揾出3到5個呢啲故事嘅重要關鍵時刻，無論係正面定負面。例如正面可能係升職加強咗我有能力嘅信念，或者拒絕加強咗我唔值得嘅信念。第二，準確揾出故事係邊度凝固咗。想下嗰啲關鍵嘅時刻，例如你16歲嘅失敗，係咪導致咗我唔夠好呢一種根深蒂固嘅信念？老師嘅一句批評評論，係咪變成我缺乏才華嘅終身主題？呢一啲係你唔單止經歷緊一個事件嘅時刻，你係解讀緊佢，同埋為你嘅劇本入邊加入咗咁樣一句強大而持久嘅句子。第三，將事實同解讀分開，呢個係最關鍵嘅一步。我哋嘅故事好少會堅持客觀事實，而係我哋嘅解讀。寫低你睇到嘅人生故事，睇下每個陳述，然後問呢個係客觀事實定係我嘅解讀。例如我被裁員係事實，我係個失敗者係一個解讀，見到分別嗎？事實係一個情況，負面嘅解讀係一個自我傷害。將客觀事件同你指定俾佢嘅主觀意義分開，呢一個分別就好強大。認知行為治療 CBT 嘅研究顯示，挑戰呢啲解讀可以顯著減少抑鬱同焦慮嘅感覺。反省一下心理學家 Carol Dweck 喺佢關於心態呢一本書嘅研究中嘅呢一句說話：成為好過存在。因為 B 型存在代表一種固定嘅心態，覺得自己嘅能力、性格或者係價值係既定嘅。例如，我就係唔擅長呢個。而 becoming 成為則係一種成長嘅狀態，相信自己可以不斷學習、改變與進步。與其執着於自己係點樣嘅人，不如專注於自己正喺度成為點樣嘅人。問下自己，我嘅解讀係點樣限制咗我嘅成長？分解咗佢，你就可以為新草稿清理空間，創造你偏好嘅敘事。隨住你而家嘅故事被解構，係時候去製作你中意嘅版本啦。呢一個唔係否定過去，而係轉移語言同視覺去重新架構你嘅經歷。第一個技巧係重新架構，將語言由失敗轉為學習。例如唔好講我成日都失敗，而係試下我從我嘅經歷中學到寶貴嘅教訓。專注於你從被認為嘅失敗中學到嘅教訓，你將重點由失敗嘅身份轉移到學習者同有韌性嘅問題解決者嘅身份。
正向心理學研究顯示，呢一種敘事轉變可以提升你嘅整體幸福感。有研究指出，呢一個令生活滿意度增加20到30%。第二個技巧，凸顯強項同抗逆力。翻去嗰啲負面嘅關鍵時刻，專注喺要度過呢啲困境，需要啲係咩？例如，你係咪讀書時經歷苦難，失去所有，但係仍然成功畢業？呢個唔係一個失去嘅故事，呢個係一個悲傷同堅定毅力嘅故事。你有冇忍受過一段唔好嘅關係？呢一個唔係一個成為受害者嘅故事，呢一個係一個自尊同勇氣去選擇更好嘅故事。你係要寫劇本嘅人，你係導演，你係主角，你人生嘅故事由你決定。H.W.L. Punja。 技巧3，願景未來嘅自己。你喜愛嘅故事入邊嘅角色行為係點？如果你嘅舊故事話我係個拖延者，你嘅新故事就會話我係一個重視一貫行動，並且用小步驟去建立動力嘅人。下一章嘅劇情係點？從呢個授權嘅角度寫一段短文，描述你嘅生活，透過呢個全新嘅授權鏡頭去展望你未來嘅自己，可以幫你將你而家嘅行動同你想要嘅身份一致。呢一個係你由修訂轉為體驗嘅地方。呢一個練習可以帶嚟深刻嘅轉變，令你嘅願景同你嘅新故事一致。Pennebaker 嘅研究證實，呢類寫作會重新連接情緒反應，將痛苦轉化為目的。生活喺你嘅新故事中。而家你有咗你嘅新故事，將佢融入你嘅日常生活係好重要嘅。每日都要以一個根深蒂固嘅新故事嘅肯定開始，例如我有韌性同能力。當舊模式試圖爬翻入嚟嘅時候，輕輕提醒自己，嗰個係我嘅舊故事，呢個係我嘅新故事。尋找可以驗證新故事嘅新經驗，或者圍住啲支持你嘅人去提升你嘅新故事。如果你嘅新故事係我係一個樂於助人同有聯繫嘅人，就開始做義工，或者一貫咁接觸朋友。行為會加強信念，你採取嘅新行動將會成為你新嘅正面故事嘅證據。3. 擁抱復發。舊故事係舒服嘅，呢一條路係一條深深磨損嘅路，佢會嘗試重新出現，特別係喺壓力下。當係咁嘅時候，唔好打自己。利用呢一個時刻作為一個練習自我慈悲嘅機會，呢一個係健康故事嘅另一個基石。講嗰個係以前嘅我聽到你講嘢，但我而家寫緊一個唔同嘅故事。研究顯示，將你嘅故事用口頭表達會加強佢。隨住時間嘅推移，你嘅抗拒力會增強。長遠嘅好處係深遠嘅，會令你增加自我同理心，更大嘅抗逆力同埋整體生活滿意度。你會發現你可以用恩典去應付生活嘅挑戰。你個人嘅故事唔係過去嘅回憶錄，呢個係你未來嘅藍圖。記住，你係你故事嘅作者，重新寫佢永遠都唔遲。今日你已經學識咗點樣識別限制性嘅劇本，明白咗點解呢一個咁重要嘅科學，同埋獲得咗開始寫你嘅傑作嘅工具。你嘅過去只係背景研究，你嘅未來係一個空白嘅頁面。擁抱重塑你嘅故事嘅旅程，睇下佢點樣改變你嘅生活。我今日挑戰你寫低一句關於你係邊個嘅強大新句子。喺下面嘅留言度話俾我知，我哋開始一個授權運動啦。如果呢一段片幫到你，請讚好、訂閱同分享你嘅新故事，同埋按小鈴鐺，等你唔好錯過更多有關心理學同埋自我成長嘅內容。由今日開始寫你嘅冒險故事。
讓我哋一齊成長。我哋下次見。